还有你谁是你大妹的生日，你到我的单身有个习惯的，吃蛋糕送礼物，而且我要用漂亮的纸头摆好。视频没法害怕的，礼物单杯也送的，否则我有12天拿10多下去。把后生点单子，地雷到中国差不多，清一色个化妆品。你个大妹是从来不拍分第一支的，两类毛衣裳，安在高上，枕头开的。你到我里向么子多得了，推得一天书高。哎哟，毛3人么子个地方单子，也没洗到洗来看看，俺有烧个板还前走起，洗裙子，洗裤子，谁是不晓得肚皮里个是男了还是女？哎哟。德国脑病129块，想啥比国内便宜哇？一个鱼蛋蛋蛮好的，249。想想我自家3万用我张鱼生，接得6块9角9。现在带4类浪去看看，最后还有奶粉，让我去加面头。买男装的鱼皮1799。想想还要带蓝类穷业绩走起，大米饭挖个4上亿，光子半日真金是7分走了。拜拜，1599。门么像皮的，颜色还不错。视频阿发帮我拍。内衣1件单蛮灵的呢，门子个 C859，晒脱个零物费70里，买次69块2双，还是居上店。那个下头不做啥个地方？啊，我的3商品是哪个？好的姐，26块啊，你3个。谁是例子？哎呀，还得还有海天酱油的呢，38，真港香醋35，蓝干毛39，我的楼下头1瓶76瓶，康师傅200块。眼睛一傻，冰红茶比奢侈品在，要么得50块1张，还带手指还毛7张。买好礼物，斯德哥尔摩观光巴士。半夜有再上一趟手挨个车子，打一个手指63个白眼狼，白相上海6高子，24块洋钿3站路，今朝350克朗，看看海对菊花上坡。斯德哥尔摩的马路不是100个黑，房子不是100个旧。我已经认为，首在个人区的汽车教师可以做全世界同行的监理。现在觉着高三教育再还搬得挨得来。做自媒体3年半，最高车行从平江路带杨林，从山塘高带西湖，从南水高带淮海路，从天平山带华山，从汤湖带龙沟湖，从三温头吃带阿丹肉，从阳春里吃带三花面，从社会主义穿带资本主义，该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制度和资源缺一不可，政策带头，赶得了像罗布泊，慌得了像撒哈拉，浪得了像西伯利亚，切勿难为富米煮菜，力气大不出。反过来，资源丰富，地下有啥有？山上有金矿，天上有甘露，树浪向还有杨梅碧波碧露出。制度不带头，产品最终还换得了但普通老百姓的头。350块的对子一个秋子何来着？哎哟，上海大众还不去说啥个熟悉的啦！前年春天开支同款汽车，带1男1女，1男1三，2只白眼狼，一台带浙江去自驾游，往事不堪回首。